流利的行草字体写下佛经真谛，还有以篆书挥毫的万法奇观、复归自然。为了落实星云大师提倡的艺术弘扬佛法，这天在南台别院有许多书画家各自用墨笔呈现不同的作品，常乐无极了。我希望每一个人呢都非常的自在，那么彼此之间非常的包容，能够这个样子的话，那永远是快乐，是没有限制的。未经一番寒彻骨，哪得梅花扑鼻香？就是说，人要跟梅花在生活里面去了解，有一些佛理在里面。书画是中国文化的瑰宝，也是修身养性的法门。一笔一画之间蕴含着修行的智慧，一字一句流露出生命的境界。这场茶话会不仅是书画的交流，更是一场佛教文化与心灵的对话。书画家呢，大概来了36位，那里面呢有很多都是各个应该是艺文界艺文会的理事长理事啦等等，其实有多位都是在台南呢重量级的艺术家。36位书画家都与南台别院有深厚的友谊。最近灯笼比赛评审刚落幕，满洲法师也特别颁赠感谢状来感谢。现场60多位佛光人一起闻墨香、品茶香，欣赏书画，感受佛法就在生活中的理念。记者周怀谈的报道。